们早晨的敬拜当中，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彰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用拍掌欢呼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相信，只要相信。
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知你应许不改变。昏暗之中，我仍然赞美。神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就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。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知道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。因为你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神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还有谁呢？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依靠，最大的那位神。除你以外，天上有谁？我所爱慕，随我肉体渐渐衰退，你是我的力量。
敬拜你。我活着为要敬拜你，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，匍匐在你荣耀中，你的荣美无人能及。
们活着是为了敬拜你。